周3次。重训，我大部分都是拉筋啊、重训之类的。帮助很大，就是身体的核心啊改善很多啊。对，因为身体支撑不了，现在比较能支撑了。对啊，我觉得力气有变多，然后身体变得比较舒服，晚上就比较好入眠这样。我主要是物理治疗师，然后在这边的话，会主要是评估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身体状况，然后去帮他们设计他们可以的体适能运动，希望他们是借由他们的体能去增进他们的生活功能。那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他可以回到社区，所以经过我们这里训练之后，如果运动安全这些常识都有理解了，那也可以自己操作这些器材。那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到社区离家近的可以运动的场所去做运动。我们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觉得很幸福，在这里台南市体适能中心可以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障碍的朋友服务，除了给他们一个更健康的身体之外，也是给他们一个更快乐的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大家都知道运动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多数的运动中心设备都无法让身心障碍朋友便利使用。因此，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设置身心障碍体适能中心，这是全国第1座专属身心障碍者使用的健身中心。多年来，帮助许多朋友在这里享受运动的乐趣。现在，我们来听听社会局长怎么说吧。最主要身心障碍者呢，我们希望说能够有第一个有社会参与，第二个能够让他们在这边呢，共同的透过我们的专业的老师的指导呢，能够得到一个体适能的一个效果。事实上，我们身心障碍都知道，运动的这种机会很少平常都在家里面，他们最专长可能就是在家里面打电脑。那相对的，你如果有个场地的话，又有专业指导的话，对这个身体不会受到运动伤害的情况之下，达到它的这种健身的效果，这是我们要期待要去推动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全国第1座首创的一个这个身心障碍的体适能的一个运动场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庆祝温馨的5月母亲节，议长郭信良甲市长黄伟哲上午共同宣布，将举办一系列的台南有爱一起共享活动。其中上界特别的是，为4月30到5月2号，连续3天将伫议会广场举办时尚秀甲音乐会，邀请民众踊跃去参加。5月是温馨的季节，由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议会共同主办。台南有爱一起共享的系列活动，对4月30起，每礼拜6、礼拜拢有艺文的活动。上午由议长甲市长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起跑。从4月中旬以后开始到5月底，4月共同推出呢温馨5月群台南有爱一起共享，非常的精彩。有包括我们昆山大学的时尚秀，这个就很年轻，包括那个云模也要来走秀。包括我们的音乐演奏呢，都非常的符合社会的期待。更呢难得请到我们奇美这个 A 团的来这边的表演。那这些演艺都要到这个我们的文化中心艺术馆才可以看得到。那这是非常荣幸，他们能够首肯来到台南市议会户外的演出这希望呢能够从4月30日到5月2号3天，千万要带着家人共同来到台南市议会由台南市政府和台南市议会共同主办的充满音乐艺术的夜晚。台南市政府很高兴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共同来参与。那希望说从4月30日开始到5月1号、5月2号艺术的飨宴，大家一起来参加，祝福整个
展演活动圆满，也期待更多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更多的观光客一起来台南市议会前广场来看精彩这个美不胜收的演出。活动记者会中，包括市府民政加社会局长以及座位的议员、表演团体拢共同出席。对这个拜五起，除了有街头艺人的表演，东头戏4月30到5月2号，还有昆山科技大学的时尚秀，以及联合管乐团加奇美曼陀林乐团的音乐会等。伫个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中，昆山科技大学的学生嘛伫个副校长加指导老师的带领进行即兴的奏秀，以及奇美曼陀林乐团的团长现场手风琴的表演，互来宾是看甲意犹未尽。欢迎民众到时踊跃前往议会广场欣赏精彩的演出。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定议会上午进行农业局专栏报告，要了解农渔产滞销，市府农业局有啥物策略甲措施？会中多位议员针对最近高丽菜甲往来事件，甚至未来山野产量等问题，要求农业局要提早应用，避免产销无平衡。对前一阵高丽菜大收，甲往来外销被退单，一连串的农渔产滞销的问题，议会定期会上午特别要求农业局提出因应的专案报告。农业局除了针对中央的预警调节产量，另外嘛对内外销来加强。不过伫个往来被外销退单以后，只会用转向别个国家，甚至鼓励民众大量来采买。议员担心类似的情形会陆续来发生，就亲像阿妈棍去用定调的，倒不如提升品质来加强行销。这个产销失准之后，一直叫民间企业一直捐、一直买、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产销永远会失衡。就像我们李宗翰议员提到说的，去用地价哪有你就死啊，哪有用地的你就死啊。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会只有凤梨这样的一个农产品，所以我局长，当然在这次的凤梨的产销里面，我看不到我们农业局这个部分有做到什么。人家需要的，我们其实是可以反过来掐住他的喉咙。所以它其实是带着外交意涵，它是一个外交武器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一个足以当外交武器的东西，变成反而掐住自己的命脉？我觉得这东西你必须要去思考。积极的农业政策应该是怎么样去保障我们农渔牧民的权益？除了品质的提升，行销其他国家，另外嘛有议员建议产量的调节加加工嘛真重要。对此，农业局长回应。产销甲加工一直拢有咧推动，媒合来农产品的相关资源，他平常就在辅导他们啦，而且创造县内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啊。因为他们附加价值出来了以后，他们不止对自己的产业，他们的就是所产销的价格会提升，而且会塑造专属我们当地人的特色。咱高菜当做足者，咱若万若自产的时阵，咱会当加工。咱会当互咱农民讲，伊虽然袂当卖好价，但是加工品袂当，因为你这个物件爱随卖一礼拜、10天、1个月，拢规拢无去啊，冷去啊，歹去啊，歹去啊。但是咱若加工了的时阵，或许它的时间延长，让它有更好的价格。加工的部分我们会开发多元的产品去做研发阮嘛有透过农会咧做一寡加工品比如讲咱伫六甲关田农会有做菱角的排骨汤，菱角的猪骹，比如伫咱咸水有做迄个因做薏米，咱有做咧肉笋，用咱的肉笋来做薏米，等等遮。以目前4、5月份台南正值盛产的往来为例，台南种植的面积大约占全国的15%，一年的产量大约有7万公吨，会用创造14.2亿的产值。其中外销大约占1成左右，而加工只有1%。未来农业局会加强行销其他国家，甚至启动多元加工。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
东区大型购物中心母亲节档期将伫4月22号登场，这是第一届结合 A1 馆甲 A2 馆，总共400外知名品牌专柜，联手推出优惠的商品组合，同时搭配各种好康的活动，要互消费者买愈多，回馈愈多。南胖购物中心2馆伫3月底正式开幕，趁着这次的母亲节，购物中心首次结合 A1、A2 2馆，联合推出绽放美丽时代母亲节档期，结合总共400外间专柜品牌，提供指定专柜满5000送500，大家电满1万送1000，另外还有会员以及指定信用卡等加码好礼，就是要让消费者愈买愈欢喜。整体的活动有5000送500，同时针对我们的联名卡、8大银行还有我们的会员都有加码。那另外在活动的首饰日，也就是从4月22号开始的首饰日，更加码到有6000送900，高达15% 的回馈。这在台南，我们相信是最好的这个回馈的最优的回馈。22号开始的母亲节档期，除了有各种满千送百回馈好康，为即马开始到5月10号进前，购物中心还有举办星星极乐趣活动，只要用会员卡消费满1000，就会当得到一粒心。今晚还会当兑换商品券，好康真多，民众不妨趁到这次的档期，为妈妈添购礼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东区小东里伫胜利路小东门城举办亲子文史行读活动，邀请红叶保护协会解说员张荣哲讲解小东门城的历史甲修复的过程，和参加的里民拢学到真多。小东里亲子自然科学人文导览系列活动，17日下晡来到胜利路顶的小东门城举办活动，邀请到红叶保护协会解说员张荣哲为民众解说小东门城修复过程。为了开逢甲路，这就要被拆掉，那校长就把它移过来，所以他移过来的时候是把全部拆掉，然后编号过来再重建。具有趣味性以及知识性的导览，和参与的里民拢真肯定小东里长黄冠中这次规划活动。那这次办这个小东门的活动，也是让我们增长我们对这历史的轨迹啊，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这历史是怎么样的这样形成。来参加这个认识东门城的历史，然后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台南的更深层的历史。我觉得带小朋友来一起来了解是很寓教于乐的。里长黄冠中表示，科技时代，民众上过外口网络找资料，失去了亲身到现场调查乐趣，所以才想要规划这场的活动。其实大家现在都是 Google 时代，什么事情都是问 Google 大神，可是却没有亲身去体验、现场体验这种人文历史渊源的一个机会，所以里长能够来跟这些老师荒野协会老师来做协和，让我们社区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来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有这些的历史与渊源。这次的导览活动是小东里今年规划的第一场亲子活动，后续还会规划其他的自然人文系列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做伙参加。欢迎住伫咧东区小东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南市北区大庆街万和宫将伫4月25号甲26号2天举办菜人碰饼团旗活动。除了规划地方文史导览，佮邀请社区的志工妈妈现场制作麻油碰饼，免费请民众品尝，好食又佮好耍的活动，适合规家伙仔做伙参加。为了25日登场的千人碰饼团旗活动，社区志工妈妈当伫咧加紧练习，要将每一份麻油碰饼煎甲脆脆香香，希望互当天来参加的民众，拢会当食到新鲜现做又佮好食的麻油碰饼。北区大庆街万和宫这届管理委员会为了推广在地文化，
以府城上富性命高点碰饼为所在，规划千人碰饼团契活动，除了安排地方文化导览，伫现场阁会当品尝到传统美食麻油碰饼，好食又阁好耍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参加。做这个碰饼吼，咱嘛甲咱大庆街元和宫的这个事业识别符号吼印伫咧顶悬。咱希望伫个这个3月，吼，台中工作生日，咱遮的里民，咱遮的百姓，甲咱的区长吼，咱做伙来庆祝这个圣诞春秋的时间呢，咱嘛来享受到台中工作吼，请咱遮的这个碰饼，吼，啊，咱嘛伫这边有请到咱的北华里所有的遮的里民的职工。结合着里办公室、甲发展协会，因替咱来制作这个蒸碰饼的这个活动，吼，咱会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画面啦，吼，希望伫个3月15的时阵，天气足好，啊，咱所有的这户民，咱这信徒，食着台中工作上自然的好食的碰饼，啊，来做伙来甲台中工作祝寿，哦，啊嘛希望讲这个活动会当伫个安尼推动之下，咱去体会着。咱的社区、甲咱的新民、甲咱的台南的地区的美食，像刚刚区长讲的这个淡淡的甜味，吼，啊，咱去行一寡咱伫个咱这个社区内面有名的古迹、乌龟井，包括咱台中工作，包括新隆店，吼，咱去体会着讲300几年前咱的祖先安怎伫遮咧生活的迄种甜美的滋味。25、26两天，总共规划9场导览解说，导览地点为元和宫、白龙庵。乌龟井、金龙殿、定山城隍庙、小北门遗址、大庆街，最后阁转来到元和宫。另外，伫活动期间，民众只要用脸书伫现场拍卡，就会当免费送一个碰饼，并欢迎市民大众踊跃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为去年12月开始宣导禁止伫超商甲咖啡店的店仔卡食薰，现主时这个行政公告将伫6月正式实施。市府特别举办记者会，提醒民众唔通违规，因为上悬会当罚到1万块。台南市法定无烟骑楼记者会，会中邀集连锁超商甲咖啡店业者，统一 7-Eleven、全家、莱尔富、OK、美联社、星巴克、85度 C、路易莎、Kama Coffee、多纳兹产物正式宣告，自今年6月1日起，台南市境内连锁超商、咖啡厅门市的骑楼为全面禁止食薰的场所，一同为民众健康把关，避免受到二手薰的危害。有效抑制吸烟人口，一方面也让市民朋友接触二手烟的机会，能够更降低，那也希望说让我们年轻朋友，尤其许多超商或者是咖啡店的这个骑楼，都是很多年轻朋友聚集的地方。那么超商跟咖啡店在骑楼又设有座位区，如果在那边吸烟，其实一方面烟蒂会乱丢，另外一方面也造成旁人，不管是经过的人，或者是在那边逗留的年轻朋友们，接触二手烟的几率大为提高。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做好，此其时矣，也应该好好的做。那请大家共同一起携手来维护市民朋友的健康，一起来对于骑楼吸烟的一个抑制。市府自去年12月开始宣导超商、咖啡厅、骑楼禁止食薰，现在这个行政公告将在6月1日正式生效。食薰的民众未来若是伫超商，也或是咖啡店的骑楼食薰，上悬会当处罚1万块。店家若是提供食薰的器具，会当罚5万。为了家己的健康甲金钱，上好是戒烟及早，生命美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一位40多岁男性，因为多年来解疗未顺，经过各种药物的治疗，效果拢无好，镜头2-3礼拜就会佫压起来。后来到基美医学中心检查，诊断是慢性叶泡腺炎，甲慢性的骨盆腔疼痛症候群。伫接受体外震波等治疗以后，才得到改善。民众认为出现比较多症状，或者是会阴部的痛。一般人拢认为是射护腺肥大等老人的疾病，不过慢性的骨盆疼痛症候群发生的年龄层却相对较低，一般好发伫20到50岁之间。因为无标准的典型症状，
毋过听起来却会影响病人的生活。目前除了药物的治疗，另外嘛有低能量的体外震波加磁波仪会用的加强治疗。它疼痛的范围，如果我们以这个同仁来看的话，它有可能会从下腹部、腹股沟、阴茎、龟头、阴囊，甚至就是所谓会阴的地方，甚至有些病人会说大腿内侧也都会有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其实大部分我们会用药物，那药物其实包括一些射物线的用药，包括肌肉松弛剂，包括抗生素，包括止痛药，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用药。那其实我们临床上会遇到比较麻烦是，有些病人他其实用药他效果不佳，或者是他会反复的一直发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适合用我们的第二步，也就是说今天要介绍的2个，一个是所谓的一个磁波仪，好，然后一个是低能量体外震波。简单讲，磁波仪就是去坐在一个会有磁场的一个椅子，那它会去改善这里骨盆的一些放松肌肉的一个反应。这样，那低能量的体外震波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哈，它可以从这个会阴的地方，也就是病人要躺着，从会阴的这个地方打进去哈，放松他这里的一个肌肉，那也可以促进他这一些血液循环。医师强调，这种慢性的骨盆疼痛症候群，简单来讲是一种长期持续的骨盆附近的无爽快。相关的疾病真多，包括慢性的射腹腺炎、间质性膀胱炎等。唔过发生的原因，对感染发炎、神经的调控异常、加肌肉僵直拢有可能，因此增加诊断加治疗的困难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4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